喜剧。
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三甲陪伴心来敬拜上帝。我的心性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罗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130首，圣诗130首，来起立，三甲来吟。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节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来献开圣诗后面启文19，圣诗后面启文19，1033页，也就是诗篇84篇。启文19，咱三间来启用。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愿望上主的殿宇到尾分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斥者伫你的祭坛边作寿。徛起伫你的殿宇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索山谷，拢变做庄园。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宇点一日，我宁可伫我的上帝厝过门。因为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感谢你的听，互阮大家平安顺遂，同心无落敬拜。在早主你竞选你真党的仆人，但移民牧师，而且设立西湖教会，伫信仰的前辈兄弟当中，大家热心努力去做主你的圣所在，传扬主你的福音。阮看见当时主日落的幼儿，但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阮也少年培养年长的兄弟，因坚固的信仰、听主的精神，因为迁徙、搬厝、工作、事业种种的原因，兄弟同工来来去去。但是主你圣的所在，西湖教会犹原徛你伫遮。阮感谢你，伫阮头前开路，伫早时荒野凄凉的周围环境，今已经变成人来人去、交通便利的捷运站。阮教会面对新的世代、新的挑战，阮要有新的思考、新的方向，甲新的作为。感谢主你真职的仆人、业境的牧师，要诚侪阮第六任的牧师，兄弟同工，大家欢喜同心一致，为着收集巨人感恩礼拜，逐人分工合作。求主带领阮、引带阮过程一切顺遂，也求主赐福牧师，有主你所赏赐伊的特质、专长、能力，来带领阮教会，搁一摆显现主你的大荣光。主你的话教示阮，咱照所予咱的恩，已经得到的恩赐，各无相同，或是做工底的，就照神的分量来讲。迄是办代志的，就旨意伫办代志；迄是教示人的，就旨意伫教示；迄是劝勉的，就旨意伫劝勉；求助的，就用是心；治理的，就用温存；怜悯人的，就用欢喜。主啊，早起时你会听阮的声，阮谦卑摆咧阮的祈祷，求你压落听。仰望你应允，伫你面前少年你极大仁慈，阮的心敬虔，心敬虔，伫你的圣殿敬拜你，伫你的面前敬拜你，
祈祷感谢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赞美咱请圣歌队。咱感谢圣乐队用诗歌带咱来学乐上帝，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国语本是121页，汉语本是102页，现代日本是142页。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13节，咱来看，我来读。上迄日，学生中有2人去一个乡舍，名以马五，离耶路撒冷25里。因三甲谈论所经过拢总的事。因伫谈论三问的时，耶稣本身赴外，甲因三甲行。因2人盲目抵到袂入得伊。伊对因讲：恁行的时，三甲辩论的是啥物话？因就徛伫面带忧容。其中一个名叫留巴应伊讲：你兼单身出外伫耶路撒冷。也毋知今日伫遐所经过事吗？伊甲因讲：什物事啊？因甲伊讲：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伊是先知人，伫上帝甲众百姓的面前所讲所行有关联，也遐个祭司头甲咱的时代，计送伊去定死罪，定伊伫十字架。若是阮平素伫仰望伊，就是迄个被赎回一切的个。若安尼，搁遮的事情已经3日啦。搁阮中间有几若个富人人，互阮真戆影，因为因拍不光到亡呢，无看见伊的身躯，
就来讲，伊有看见天使出现，讲伊搁活啦。阮中间几人到某年，果然看见照福音人所讲的，总是无看见伊。25节，耶稣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心怎样好信啊？基督受这的艰苦，来入伊的阳光，遐毋应该吗？就对摩西甲先知起，既若圣经所指伊的，拢甲因解明。28节，将军所去的乡舍，耶稣亲像要行较远，两人强留伊讲：请甲阮住，时已经晚，日要落啦。伊就入去要甲因住。三甲坐倒的时，耶稣摕饼祝谢，爬来互因。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连边无搁看见。因就三甲讲：老李，伊甲人讲话开听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啉嘛？就即时起身，倒去耶路撒冷，拄着在个学生甲当地的人聚集，伫讲主果然搁活，也出现，互西门看见。因两人也讲起伫路里所拄着的事，甲爬饼的时，因怎样认得伊？以上原做话，诚侪咱的帮赞。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讲的题目，是看见基督，咱享受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国外节了后的第一个主日，咱搁一遍伫咱的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要来了解耶稣国活的意义。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讲道的大声，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愿感谢你，使阮你的话伫圣经的中间。主啊，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主啊，你亲自对阮讲话。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伫主你的话的中间，互阮信心哪来哪坚固，也互阮哪来哪认捌你？我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伫你生活的经验中间，敢有捌因为一件代志突然来发生，一件你意料以外的代志发生了后？直到你本来信心十足，却随时伫遐信心完全无去。伫过去联考，咱讲大学联考是一遍的考试，就决定你的一生。伫过去迄个联考的时代，咱常常听到即款的故事。就是高中3年拢第一名的模范学生，只是因为一遍联考来失常，有可能前一天腹肚痛，也是临时有啥物状况，致到迄遍的考试煞失常，结果好亲像3冬的努力拢无采啊，拢3冬的努力拢无采工啊。讲到3冬3年的努力无采工，咱就会当体会到遐个放杀一切来军队耶稣的温度。
因也差不多是军队耶稣接近3冬，因3冬的努力，伫看到耶稣钉死是十字架顶面的迄个时刻，我想因的心情也是共款。啊，无彩啦！我若继续掠鱼，毋知偌好。我若继续伫遐替罗马政府来抽税金，毋知偌好。因看到因军队的老师，因本来信心十足来军队耶稣，想讲耶稣会带来全人类的救恩，会带来互因民族的拯救，即马完全拢无采工啊！咱会当想象，伫因还毋知影耶稣死搁活了后，伫起初因是偌惊吓，伊心中是偌混乱，甚至搁是真绝望。咱着思考着，咱读圣经应该在座真侪兄弟，拢读几若十冬的圣经啊。当然，圣经教咱基督徒，咱爱靠着信心顺服伫圣神的引带。但是好亲像咱读圣经了后，咱发现讲，圣经真正无真具体甲咱讲，啥物趋吉避凶的好方法，无亲像民间信仰，会当去问老师、问师傅，教你撇步来趋吉避凶。咱圣经好亲像拢无讲啊真具体。好亲像咱基督徒也袂当否认的，就是伫咱现代的生活中间，咱爱承认咱的世界毋是完全，咱爱承认伫咱一生的中间有真侪代志是咱家己所无办法完全控制的。好亲像意料以外的代志来发生。尤其是遮个意料以外的歹代志的发生，好亲像是咱人生的一部分。咱行路有时阵无小心也会跌倒，好亲像这是人生的一部分。当然，佮免讲做生意人，也是讲读册人、学生考试，难免拢会失常。不过，咱回想咱所读的圣经，圣经敢毋是爱咱伫一生的中间来学习，就是怎样，互咱的信心会当伫咱所经验过的困难，面对着危险，接受挑战，伫这过程的中间，会当慢慢啊操练。互咱哪来信心哪坚固，互咱会当亲像诗篇23篇所讲的，靠着信心，靠着互上帝来引带咱，互咱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记载的就是两个门徒要行向以马忤的路上，拄着搁我的基督。这段经文其实也是要互咱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怎样来伫咱人生的中间跟对耶稣，然后靠着信心。来面对这一切，咱意料
以外所发生的代志。各位兄弟，咱要了解、要理解耶稣的门徒，迄款看到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甚至听到讲耶稣已经无伫梦内底啊，伊的身躯毋知走去倒位啊。迄当阵，因绝望的心情。伫路加福音24章21节有记载，即两个门徒，当因拄着即个迄当阵，因未认出是国外的基督的即个青云人，即个两个门徒甲耶稣讲，阮平素所仰望的，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伊。就是耶稣，阮平素仰望。啥物叫做平素仰望？就是讲，因讲到即个仰望，这是过去的代志啦。过去以来，阮拢安尼仰望，但是咧，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死，然后伫梦里，结果耶稣的门徒中间，即个西门。有讲着讲，耶稣无伫梦内底啊，平素所仰望，表示讲因用过去的代志，因仰望的耶稣来带来互以色列的救赎，这是因过去的仰望，这叫做平素仰望啦。过去式的意思，迄表示讲因原本。肯因的仰望伫耶稣，仰望耶稣会当带互以色列拯救，到伫耶稣钉死伫十字架，因的梦想已经无去啊。因所藏的、所存的，只是惊吓，只是无助，只是绝望。类兄弟。相信咱中间应该有真侪兄弟，伫人生所行的路途的中间，拢捌体会过耶稣门徒看到耶稣钉死十字架了后，起初的迄款心情。应该咱中间有兄弟经历过家庭的变化。一时间，家庭失去经济的来源，也是讲咱中间应该有兄弟，也是讲你有熟悉倒一个基督徒经验过即款的代志，就是工作几若十冬，等到要退休啊，已经准备要好好来享受啊，但是咧去做身体检查，煞发现到身躯有真大的毛病，甚至是绝症。也是讲，咱中间可能有兄弟拍拼真久，想讲好啦，以前经济无好，即马经济较好啊，会当来照顾爸母啊。煞发现讲爸母即马年纪大啊，哇，煞连我是啥物人拢认袂出来，哇！经验过即款，爸母竟然认袂着家己的即款的经验。各位兄弟，你即马敢有拄好去面对着工作，也是事业顶面的困难，也是经过即款的失败的经验，也是讲你敢是即马？迄面对健康的问题，无论是身躯还是精神，也是你即马，你发现你原本所有的梦想，哇，好亲像即马梦想拢无办法实现啊！
咱还知影，伫咱现实的生活中间，四阴三角拢是用无共款的形态、无共款的外表出现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但是四阴的三角，无论伊是用啥物形态来出现伫咱的人生中间，共同点就是要夺走咱原本的愿望。共款的，就是要互咱原本有的信心哪来哪无去。弟兄姊妹，咱今仔读到两个耶稣的门徒，伫耶稣受定死十字架了后，因所做的代志是啥物？因两个做伙行路，要到以马忤。即件代志，互咱通来学习的，是怎样伫咱的患难的中间，咱求生的技巧、求生的方式。有一寡行动真正会当帮助咱来行过人生中间所拄着的患难，也是混乱。第一就是互相担当。路加福音24章记载，这两个门徒伫面对着绝望、惊吓、甲心中的混乱的时阵，因是怎样来做？因做伙同行，结伴同行啊！这就亲像加拉太书2章6章2节，加拉太书6章2节所讲的，就是逐人会同担着三共担，逐人会同担着三共担。互相来担当彼此的重担。咱看到这两个门徒，因做伙同行的时阵，因做的是啥物？因毋是伫遐画生，毋是伫遐付吐苦水，但也可能是口水啦。因是彼此谈论所发生这一切的代志。因毋是伫遐透过画生来浪费时间，因是做伙同行，然后伫遐讨论，要追求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面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因伫遐谈论所发生这一切的代志，因做伙来找求，当因两个做伙行的时阵，伫遐找求耶稣十字架的意义到底是啥物？通过伫困难的时阵，互相担当，逐人的重担。耶稣即两个门徒，因至少避免一个危险。即个危险就是想讲，我家己就会当解决。我家己就会当解决，因为真侪代志，就算你家己会当解决，但是伫迄个过程中间，你爱承担的不只是你面对着的即个代志，恶担当的代志，你搁爱面对的是心中的孤单，因为干那家己伫遐面对。咱讲21世纪上严重的绝症是啥物？毋是咽喉，毋是迄个肺腺癌，其实是孤单。现代上严重的一个绝症就是孤单。第二项代志，咱通学习的，就是转来圣经。路加福音24章27节有记载，这两个门徒无办法理解
耶稣死然后搁活的意义的时阵，当时因还未认得，伫因的面前的就是耶稣。所以有人讲，有可能咱基督徒喺讨论神学议题伫遐辩论的中间，就算耶稣伫咱的身躯边出现，你嘛认袂到这是耶稣。所以有时阵咱嘛要退一步来想，咱辩论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啥物？我还记得有一个真有经验的牧师讲着，讲中执会若拢伫遐辩论讲这花要放倒位，椅仔要安怎排，伫遐辩论半晡，甚至辩论到伫遐烧嚷，安尼即间教会的中执会的运作是出问题。好佳在咱无啦咱无伫遐辩论讲花要安怎插，即个椅仔要安怎排，有迄讨论，但是无伫遐辩论，但是咱发现着耶稣是安怎来帮助即两个门徒。圣经讲是对摩西，耶稣对摩西甲众先知来讲起，然后咧将所有有关伊家己的经文，拢解说互因明白，当来圣经就是即个意思。常常咱伫遐辩论半晡，实际上圣经是变开。这圣经早就有讲你无采讲伫遐辩论半晡，圣经写遮清楚，甚至圣经是变开，写真清楚无啥物好辩的嘛，就是安尼嘛。所以咱发现，即两个门徒原本惊吓、无助，甚至是绝望的中间，因会当发现到上帝奇妙作为，是通过转来伫圣经来找求答案。第三项咱来想的，就是基督徒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做礼拜的意义。咱伫路加福音24章30节，咱读到耶稣甲门徒做伙，是透过啥物来互即两个门徒？即两个原本有眼不识泰山，耶稣伫因的面前出现，因拢认袂得这是耶稣的即两个门徒。耶稣是怎样来互因目睭开？是食饭的时阵，耶稣摕饼祝谢，掰开来分互因。这就是圣餐的动作，这就是圣餐，这是礼拜中圣餐的动作。圣餐的动作，来互门徒认得即个国活的基督。圣餐也是咱教会伫礼拜中定期爱做的一个动作。咱知影伫咱教会的礼拜中间，咱讲话，上帝的话是礼拜的中心。即个话是透过第一听到，咱听到师会来念圣经，咱听到咱家己来念圣经，咱听到师会牧师的祈祷，咱也听到兄弟姊妹的祈祷，也听到家己的祈祷。咱做伙吟诗学好上帝，咱听到。咱也听到圣经信息的分享，上帝的话伫礼拜中，互咱听到；但是上帝的话也互咱看会到、经验会到，甚至会当领受。这就是圣餐的意义。听到上帝的话，也看到上帝的话，主理礼拜的主理伫遐
摕饼祝谢掰饼来分饼即个动作，这就是上帝的话，互咱通看见。这也就是礼拜的意义。上帝的话，互咱通听到，互咱通看到，甚至你会当用动作来领受。因为礼拜中间，咱经验着上帝的话，互咱无过是敢若看家己，反倒当咱是愿意大声来仰望上帝。类兄弟，当两个门徒看见耶稣，因整个的心态，整个因的状况发生真大的变化。看到国外的基督了后，咱知影因顶上迄款的热情，因去报即个消息，因无过是迄个好亲像是伫遐偷偷走路，要去伊妈我，毋是因愿意来分享即个拄着耶稣的经验。当然，就算耶稣伫迄个早起已经国外，就算耶稣甲因做伙来行路，因起初是无办法认得耶稣，但是31节有记载讲，因看到耶稣摕饼祝谢掰饼了后，因目睭就开啊，因认得耶稣。目睭开到底是啥物意思？对咱基督徒来讲，咱目睭开啊，就是看会到愿望。伫绝望的中间看到愿望，伫困难的中间看到机会，伫试炼的中间，咱看到咱的成长。这就是目睭开啊。当然，咱诚做基督徒，咱目睭拢已经开啊。但是就亲像遮个初代的基督徒，看见耶稣，佮认得伊，目睭也开啊。这并无代表以后就是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亲像童话故事共款。耶稣的门徒，遮个初代的基督徒，因后来持续爱为着福音的因果的原因来受到困着，但是通过看见国外的救主耶稣基督，遮个门徒因原本的混乱会当得到清楚，因也因为安尼，才会当继续踏出信心的脚步，踏出使命的脚步，来继续行落去。所以，弟兄姊妹，无错，歹代志悠然会发生伫好人的身上。搁较正确来讲，无论你是啥物人，咱加减拢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但是，咱大家做伙组织，伫即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设立的教会的中间，咱诚做即间教会的一份子，就是爱咱会当彼此担当别人的重担。咱也做伙透过圣经的话来得到成长，咱也透过做伙来敬拜，互咱经验着上帝的话活活伫咱的中间，甚至上帝的话时时刻刻拢在对咱讲话。
透过安尼来帮助咱，行过生命中间种种的死荫的山谷，也会当伫行过死荫的山谷的中间，咱会当亲像即两个门徒，甲基督来相拄。落去兄弟，伫遮咱爱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伫即间小而美的教会来成做即个属灵的大家庭的一部分。大家庭，但是咱是小而美的教会。教会上基本的，敢毋就是互咱会当彼此担当个人的重担，互咱会当做伙伫遮来追求圣经的话，也透过礼拜，透过咱三组织来经验着上帝的话吗？所以愿咱会当珍惜咱的教会，也愿咱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跟对耶稣基督，咱做伙来向前行，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主悲满满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做伙所读的经文，互阮知影，阮会当有助你做伙同行，是遮尔啊幸福的代志。虽然讲阮有时也会行过人生的死荫的山谷，但是主啊，你透过你的话，你也透过互阮实践主你的话，来彼此担当个人的重担，也互阮伫教会逐项的聚会中间，来追求你的话，来经验你的话。主啊，你互阮会当定心、有信心、有愿望，来行向你所指引阮所行的路。主啊，愿主你成做阮伫绝望中间的愿望，愿主你互阮会当时时刻刻信心得到坚固，也互阮会当有更较大的疼心，来彼此担当个人的重担，互阮会当做伙来追求你，做伙来经验你的话。主啊，愿将阮的性命交托予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通过上帝的话，互咱真好的勉励，应答上帝的话。咱三个来吟回应圣诗149首，圣诗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主我就你，主我就你，日伫光明得自由徛在。救主我来求你，肉体病痛，你使我勇行；心神软正，你使我活命。脱离我罪。真成得你听，救主我来求你。149首，咱起立三个来念。
要来奉献，咱请吉南执事甲民兵执事。现在大家平安。平安。这时，咱来掀开咱的周报。首先，今仔日咱有新来的朋友，咱来欢迎郑正林牧师、牧师娘，来，咱拍拍来欢迎来。因是台湾圣经公会总干事，咱就欢迎你。要讲讲话无？就欢迎你吼，下再继续过来，过来欢迎新来朋友，是敢有新，足新的吼，对三级来吼，就是咱的玉洁老师的爸爸妈妈母婴兄甲也来，爸爸妈妈来。再讲一下话吧。伊早起吼咧听阮圣歌队练唱，伊安尼心来讲，三级教会虽然是足侪人的，但是不比咱西澳教会即几个安尼，唱甲互伊听落会安尼去，会加润顺。你讲加润顺是好的哦，若去歌舞白是歹的哦。各位咱知听落是咱的加润顺咱真欢迎伊吼，他们是全家全家有3个查某囝，真拢足乖拢专心热心。然后你看，你今仔苏琴就是他的第3玉珍，那么拍一下。玉洁、玉纯，真纯洁嘛对不对？你看这么用心真欢迎你过来。你别过来，真欢迎吼！互咱来看咱的报告事项。第一，叶景安牧师咱牧师就恁咱第6任的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要定伫4月30日下晡3点。咱请咱兄弟准备时间来出席。第二，后礼拜4月23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总会传播基金会要派总会客家宣教，甲上年干事谢大顺牧师要前来咱教会请安报告甲证道。第三，鼓励咱教会兄弟踊跃来出席咱教会每礼拜5的早间祈祷会。咱即礼拜开始要来查考创世纪。第四，若有需要家庭礼拜的，或者是要探访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会当甲咱的牧师来联络安排。第五，后礼拜讲道题目是为了荣耀主，经文是士师记7章第19到90节。
雅各书是2章17到18节。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歌队练唱是早起8点半，8点45。每礼拜暗时每礼拜5的暗时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后礼拜下周的读经经赞，甲咱的奉献出席，咱来看留毋着，来8家来经节。咱来看圣讲的事项，咱即礼拜交代是素琴祭、槟榔香、插花我本人清扫是宴庆祭。后礼拜讲道是社大顺牧师，书会是苏文安长老，书琴是谢文老师，领受我本人，书献是玉洁执事、济南执事，交代是邦西香干初音节，插花是秋妹执事，清草是秋妹执事。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诗篇84篇10节，伫你的殿里住一日，较好1000日。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较好踮伫歹人的布棚。来，咱三个来读。伫你的殿里住一日，较好1000日。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较好踮伫歹人的布棚。伫你的殿里住一日，较好1000日。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较好踮伫歹人的布棚。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在宁可在上帝的殿中看人，不愿在恶人的帐篷里。诗篇84篇10节。好，咱即时完这地，三个咱用讲述来互相请安。哎，平安，平安，平安，牧师平安，哎，平安。啊，即只我看到咱遮，叫我看来，毋是要变魔术吼，来，这是咱教会广播，吼，咱拢徛伫后壁，拢会当家己来睇，啊，咱来看，咱即顶礼拜你看一篇无？吼，所以讲，足侪人咧无咧听，无看，只有一篇信息传送，特别即个，我来互你听者。即次中会西湖教会叶建安牧师，牧师哦，然后他这张照片是他的穿裙子的苏格兰风笛，好不？来，好，在这边哈，这个当然是第一看。拄啊牧师有讲，我们西湖教会虽然小，小而美，伊伫周集的时候，伊就讲过。咱教会伫即个所在吼，有真好的环境，真好的所在。啊，因为伊的修的想法，伫中秋会、修会咱等拢，伊都他有新的愿望、有愿景也都在也都在做了啊，这方面我感觉这后摆会使甲咱的期待，伊有答应要伫圣诞节，他要穿苏格兰裙，吹风笛然后牧师娘搭配吹长笛，直笛还是长笛？长笛，听说是长笛比较厉害。对，大概说几个概念，不是长笛、直笛都一样，长笛才厉害，直笛不厉害哦。好吧，那这个音乐老师就知道哈，我们可以期待今年的圣诞节不一样哦。很期待哈。好，那你看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你看吧，请教后摆咱会使请牧师伫咱家教会办这个。既然这个在教会公布都已经登出来了，登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办音乐演奏会还是音乐分享这是很好的一个过来要够我们去干那年，你看嘛，一篇、两篇。3篇，短短一个教会公布，现在什么人做？叶志杰，现在都是叶的天下。我是刚才知有大叶懒人、小叶懒人那里，你看
叶牧师叶志杰，志杰你跳跳咱拍多少钱呢？他连续3篇上中下，大家有闲摕转来好好看。伊安尼介绍讲啊，这个车声是叉声，你看你拢唔知，爱叫叉声吼，是叉声，不是车声。经常叫车程哦，其实是唔对吼。啊，他有介绍落山风是安怎形成的，但是我去屏东几啊届，拢捌遇到落山风，伊迄都爱伫9月才有嘛吼。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一份报纸，就有这么2大篇，而且还是连载3个礼拜，拢咱西游教会。你看这个有一点意象就开始出来了，以后你就顺势。等咱刚门礼拜刷了，咱再安排，伫咱教会来办这个风的意志专题演讲研讨会。你刚才想看嘛，这专线的吼，这可能报名要分3梯制啊那来哈。你看我们捷运这么方便，你从台南南部什么时候来坐捷运转捷运到我们你可以想象，对不对？就跟我们江老师一样，他从北门、东门、小南门来到我们教会，这么方便就到我们。所以让人看见，我们可以想象牧师他有他的专长，有他的特质，还有我们的牧师娘，他的钢琴弹起来非常的柔顺，跟我们的玉洁老师非常的搭配安内这都是我们小而美。你看，这还有我们的极南执事，他用这个直播让我们的直播让把你教会当看到咱。然后我们的于洋、于信他们制作那种可以让了解到我们的插花也好，什么东西，很多各个方面，安尼会当去触及到，可能更加了解咱西游教会，所以咱对互相来鼓励，互相来支持，我们再次给我们的大业、小业。为咱西游教会安尼传播可以。拄好牧师有讲一个，伊伫伊的结论讲，尽管坏事仍然可能发生在人身上。我真大的感触我的一个同事，安尼年纪跟我一样，他在清明节假期的时候，全家去骑脚踏车而已结果。我同事女的啦伊嘛是咱教会来，嘛是主来人，敢伫安尼咔咔加跋倒娘，到现在你看到现在4月3号到现在还在3种加护病房，还在昏迷当中。我们大家学校同仁啊，大家老师啊，都在关心这个时候只有关心，那么讲安尼当敢若互相安尼来担当，互伊会当行过这个死荫的山谷，看其主耶稣的所以讲一切东西要注意啦我们要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大家都要互相平安健康上重要。好，咱来吟煞尾殿的诗，圣诗395首。圣诗395首，至善天父，我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会，打伫洗清。圣诗395，咱起立三甲来念。
咱就伫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下面，彼此相担当，也时时刻刻追求上帝的话，也伫上帝的话的中间，咱透过聚会中同心敬拜，互主的话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做工，来互咱信心哪坚固，也互咱有勇气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永远变做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